Hello，冒昧問一下你的收入跟職業嗎？我係做身份規劃同埋金融㗎，大概8位數字啦。8位數字啊，千萬級別這麼高啊！我能不能請你吃個飯，探討一下香港人是怎麼賺錢呢？當然可以啦，不過而家趕住返公司喎，一係跟我返公司睇下啦。這輛車如果在香港買的話，要多少錢？大概200幾萬啦。你平時都開這麼快的嗎？呢個唔快，你知唔知行50啊？呢部車係咁樣㗎。呢部車係你以為好快，其實好慢。你平時除了工作以外，還有什麼興趣愛好嗎？平時啊，咪 shopping 啦，女人最中意 shopping 啦，做運動啊，去打拳咯，亦都中意去旅行。通常每個月都會出去一次嘅，可能去啲東南亞或日本啊嗰啲地方啦。咁買嘢就因為呢架車咁樣中意佢外形，我就買咗咯。咁呢度係我哋公司啦，咁其實全層都係我哋嘅，咁所以我哋啲同事基本上平日都係出咗去做嘢咯。Ivy啊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嗎？好啊，其實我自己咧係開緊移民公司啦，咁主要幫人做啲身份規劃啦，亦都會有搞一啲海外房地產嘅業務啦，咁甚至係做一啲財富傳承嘅管理啦。咁我自己都有投資美容院啦，因為我比較中意扮靚啦，所以我成日咧個禮拜都落去做 facial 嘅。你覺得你賺這麼多錢最主要的秘訣是什麼？其實咧，我覺得我俾人做得好嘅地方咧有3個點啦。咁第一就係我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嚟嘅。其實咧，我瞓得好少嘅。咁基本上咧，我係每一日咧鬧鐘未響咧，其實我都起咗身㗎啦。就係大概6點半度啦，我就會睇下新聞啦。我亦都會做運動啦，因為我想自己個人清醒啲啦。咁我中意去健身啦、跑步啦，同埋打泰拳都打咗好多年㗎啦。我自己其實咧平時嘅工作時間咧，亦都比其他人長一啲啦。咁我諗一般人喺香港做嘢大概係8至10個鐘啦，工作其實我都會比佢哋多幾個鐘嘅。其實我覺得都差唔多有14至16個鐘咯。咁我其實平均一日只需要瞓大概係5個鐘就 OK 㗎啦。其實咁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咧不斷擴闊社交圈子啦，去識多啲人嘅。咁人物係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特質咧就係識朋友好快嘅。咁咧基本上第3點咧，我就係覺得咧我自己係一個好奇心好強嘅人啦。咁因為咧做生意你係要不斷咁樣去創作或者嘗試啦。咁舉例啦，其實以前我一直都係做金融嘅。咁呢幾年疫情啦，其實我自己都喺度諗緊啦，究竟疫情完咗啦，開翻關之後其實有咩機會啦。所以我就咧喺中間呢段時間喺疫情未完之前咧，就開始諗到啦。其實可能好多人會想去攞個身份啦，甚至去移民啦。所以我就咧大力開拓呢個生意，所以就開咗我嘅移民公司啦。甚至喺同一個時間咧，亦都係投資咗我美容院，因為我知道疫情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戴口罩嘛，係咪？咁開翻關啦，或者冇咗疫情啦，啲人就應該會做多啲 facial 啦，或者扮靚多啲啦，所以我就決定投資呢兩盤生意咯。你在這麼久的創業裡面，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？困難當然有好多啦。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喺22歲啦，就喺港大經濟金融系畢業啦，都選擇咗啦我要投身喺金融行業，自己都想將來創業啦。咁但係因為咧，你知道創業最需要咧就係2樣嘢啦，就係錢同埋人物啦。因為本身我自己其實屋企都係一個小康之家，屋企人啦其實都係喺菜市場咧開凍肉店嘅。咁最後我用咗個方法咧，就係買咗本電話簿，我哋以前叫黃頁啊，我就每一日去打電話，打啲陌生嘅電話，咁打俾啲公司啦，問佢哋需唔需要啲金融服務啦。咁例如我每一日大概打起碼8個鐘以上。咁其實當時啦，每一日打咁多電話，1個月大概約咗50個客啦，都冇一個成交。咁所以其實當時真係好灰心好慘。我堅持咗半年時間啦，就揾到我22歲嘅第一桶金啦。你好，同事，我想問一下，你最佩服你老闆什麼？我老闆像神奇女俠一樣，無所不能的。就我每天看着他忙很多事情，都這麼有錢了，還這麼自律，活該他有錢。我看香港這邊的職場女性很多都是不結婚不生孩子的，你是怎麼看呢？其實又真係喎，香港尤其是做金融啦，其實係比較遲生小朋友。我自己覺得，我身邊好多女性朋友都係啦。咁一般可能去到30幾甚至40多都會有機會到嗰陣時先生咯。對於現在年輕人，你有什麼建議嗎？我記得李嘉誠先生講過啦，其實你創業嘅時候就係恆心啦，同埋毅力不斷堅持嘅發展過程啦。咁當你啱啱開始創業嘅時候啦，其實你就要不斷去學習同埋把握時機嘅。